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24公司第一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新闻一开始来看中国违法的抽沙船、搁渔船，最近是定驶来咱国平湖海峡，海巡署决定要采取长紧的做法，直接甲目标针对违法渔船加油的船只。昨早起，海巡署就掠到一只无船名的中国籍载满油的船只。前面的大陆渔船，请你停船。船身无写名的中国籍渔船，外界进入咱国限制水域，听到海巡署放送几落遍，拢袂停落来。海巡署一直解地，强行划船去检查，甲船押登去马公侦办。在猫屿外西南方18.9海里处，那发现这艘无船名的大陆籍渔船，那有广播数次叫它停船，大家都置之不理。那本艇决定强靠上去之后，发现它上面的构造研判，它应该是运补船。海巡人员认为这是一只油料补给船，专门提供中国外界渔船油料的补给。船顶查到4出船顶顶5个人，拢无发烧。配合卫生局加防疫检验人员做船的消毒加检验作业，以免查入过程出现防疫的浪旁。大陆渔船他们在伏季休渔期结束之后，通常都会过来我们澎湖海域捕鱼。那我们团队执行护泳专案，那加强海上的巡逻强度及密度。那针对这些的大陆渔船，我们对上也是有加强的方式，然后要取缔他们越界捕鱼的情势。中国违法的抽沙船甲渔船，最近定定走到平湖海峡违法作业，数量真多。海巡署即马决定一个较彻底办法，就是锁定油料补给船，只要甲因的补给切断，违法掠鱼甲抽沙的船也减少。记者综合报道。今年第8号风台8月，目前是伫奥克纳瓦附近的海峡是往北东移动哦，预计26到27会登陆朝鲜半岛。虽然风台无直接影响到台湾，也毋过嘛引进西南风。未来6天台湾的西半部天气拢无介稳定，尤其是拜三雨会落真大。拜一开始，风台环流引进的西南风有水气，西半部地区各地天气真无稳定，雨会一阵一阵。拜三开始，西南风增强，雨会更加大。周三以后，西南风又再进一步增强，初步看起来至少到周五都是这种比较明显的西南风影响的状况。那环境上的水汽在周三以后也会变得更多一些，西半部地区可能整天都不定时有一些断断续续阵雨或雷雨的机会。气象局提醒，未来6天天气拢可能真无稳定，民众爱随时注意天气预报。这阵观察未来1礼拜也无明显的风台形成的情形。不过8月到9月，依然是海面扰动真接的时阵，也无排除搁再风台形成。记者综合报道。今仔的天气嘛，因为受到风台外围环流影响，是吹西南风。咱来看上新的温度。今仔这方面的中南部地区佮平湖有短暂的阵雨，也是雷公雨，嘛要注意有可能会落大雨。其他的所在拢是多云好天的天气。也毋过过到东北部地区佮各地山区，嘛要特别注意局部的短暂雷阵雨。今仔各地温度大约是33度到35度。北北基、桃园、宜兰、花莲、台东，因为受到西南风影响有出现超过36度高温的几率。气象局嘛已经发布高温的黄色灯号，所以民众出门都要特别小心。再来看第8号风台8月搁过2-3天，都有可能会登陆朝鲜半岛。南韩首尔嘛开始戒备。另外，伫西半球的墨西哥湾嘛受到风台跟热带风暴的威胁。风台马克暂时有可能会搁继续增强，往美国的南部来移动热带风暴的罗拉已经伫多米尼加跟海地造成灾情，造成至少5个人死亡。海边啊，影正大，加勒比海岛国古巴拄到热带风暴罗拉的威胁，风雨也未来，地势较低的民众已经开始撤离。仓储、冰箱、电视会当搬尽量搬，因为罗拉已经对附近的国家多米尼加加海地造成伤亡。No debió de echar esa pared ahí, porque los que vivían por aquí no son animales, no son. 听到亲人被倒去墙地4，多米尼加的民众哭甲挡袂牢，上千名民众撤离，超过100万户无电通行。海地首都太子港的路规拢淹水，
有厝和大水冲倒去，内面的人袂赴走出。 Oh, mais de l'eau descend là, de descend, eh bien nous gardons nous, moun yo rete, yo ba nous dit, déplace n'a petit, on déplace, on va déplacer, on entraîne dedans et ça fait cause yo mourir. Mais si yo te déplacé, tout le monde qui râle, yo va tomber, yo va mourir comme ça. 罗拉即马愈来愈挖美国，气象专家警告，伊会威力可能会增强到2级或者是3级的飓风。美国墨西哥湾另外一个威胁是已经升级真济飓风的马可。即马马可近中心的上大风速1点钟120公里，目前还阁伫咧墨西哥湾的海面，以1点钟21公里的速度向北北西方向刷顶动。2005年和卡翠娜飓风侵袭的路易斯安那州纽奥良的第一个拄着。 Essentials are paper towels, diapers, Diet Cokes, and we got a bunch of canned foods and fruit. 另外，已经离开台湾的第8号风台巴菲，目前是伫咧乌基纳瓦附近的海域，以1点钟10公里的速度向北北东刷顶动。南韩气象厅讲，巴菲伫咧2日会经过济州岛，过两天会影响首尔。专家警告讲，有可能出现1点钟100公里的强风。记者综合报道。 所来，带观众朋友来看今仔报纸新闻，咱先来看《澎哥日报》，昨是金门8二三炮战的纪念日，总统蔡英文是到金门主持对书的活动。也毋过，却传出讲蔡英文的专机对金门要飞返来台湾的时阵，有中共的军机飞过台海中线以东，西要3点钟。 也毋过有了解情形的人士是表示，空军1号伫昨中昼就已经飞返来台湾了，并无去拄到中共的军机，海上、空中咱的军方拢有掌握。再来看《联合报》，行政院公布101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国防预算直接比109年度增加88亿。 也毋过，因为之前咱已经买几项的军事设备爱付钱了，所以保守估计国防预算减少将近300亿。再来看《自由时报》，中华关卫生局甲台大公卫学院合作进行的万人血清抗体其中的计划，原本明仔载25要来公布结果也毋过现在表示讲要先暂停。台大教授詹相环是表示，因为一寡行政作业准备未赴，会先停办。中华关卫生局长叶彦别嘛表示讲已经接到台大通知了。中华馆长王惠美嘛讲会尊重专业的评估。 再来看中华关卫生局针对居家检疫无镜头的民众来体检引起的争议，各个吵吵闹闹。目前国际上嘛开始有人提出免疫护照的概念希望会豆豆来开放国际往来。也毋过所有医生伊并无遐尼乐观。 后来武汉肺炎疫情控制良好，不过进前中华关卫生局因为对无正常特殊检疫的人检查确实无通知中央，引起台湾学界对全部检查加检疫隔离两派有无同的看法。经过严谨的决策，大家同心走才会成功。我很担心我们现在的纷纷扰扰，就重到2003年4月的情况，然后把好的丢掉，然后去追求。 别人不是很好的模式，然后本末倒置，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危险，也是我们现在非常非常担心。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讲，若是推行全部检查，会耗费8亿的成本，也有各样成问题，可能会让医疗体系无大负担。特殊检疫14天是上好方法，不过就医师认为，政府应该是要考虑社区无正常感染的风险，制定配套计划，不用一套标准就安尼拢做到底。接下来我们要怎么办？ 难道这一套就一直玩下去吗？医疗机构其实都蛮有经验的，我个人相信是不会有所谓的崩溃的这种现象。最近全球武汉肺炎已经有2300万人去挖掉，死亡人数也超过80万人，内底有未少国家经济受到严重冲击。所以讲国际上开始有人提出免疫护照概念，希望会慢慢恢复国际间的往来，推进经贸活动。不过，有医师认为讲，即阵世界上依然无证据显示感染了的抗体保护是终身有效的。 感染者的这个症状以及他产生抗体的一个情形都不一样。我能够有更长一点的时间的观察，我们才能够真正了解到底这个 COVID-19 在我们被感染者身上所产生的病毒，到底它的防护力到什么程度。
医师认为，武汉肺炎病毒变化紧，感染族群已经是进前的老人下降到最近的20-30岁成年人，就连未少的囡仔也被画到。所以到底这被画到人，康复了后的抗体防护力会维持偌久，甚至有感染的人一直无法度得到中和抗体，所以讲医院需要更加长的时间做进一步观察，才来制定免疫护照的使用。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香港，伫9月1日开始要免费提供民众来做核酸的检测，也毋过有专家是认为专门来验病毒，验袂出来有胃着病毒比例大约会有30%哦。专家嘛烦恼讲，这嘛有可能会增加民众烧胃风险哦。另外，伫中国方面嘛传出讲，伫7月2日已经正式启动疫苗紧急使用，包括医务人员等4种特殊身份的人会使优先来申请。香港武汉肺炎确诊病例23新增加25例，已经连续1礼拜，每天新增加确诊拢无到50例。虽然香港的确诊数有下降，不过依然有一寡病例找无来源。地上林郑月娥进前讲，为了要找出社区中的温型传播链，9月初月开始，全民会当免费接受核酸检测，会设立超过100间的采样中心。出动超过1000名的公务员协助登記工作，檢測嘅樣本也攏會留喺咧香港。目前嚟講咧，我哋都係物色咗超過100個呢啲嘅中心，分佈喺18區裏邊。亦都唔知道市民嘅反應啦，我哋咧盡量一定要做到公開透明啦。同埋咧，例如市民話擔心自己嘅即係資料會唔會係俾送到境外啊咁絕對唔會啦。護理系統專科醫生梁祖超講，葡萄假陽性比率將近3%，假陽性病人若是被隔離，顛倒有被交叉感染的風險。希望政府愛注意。在中國疫情方面，衛健委23公布新增加12例，攏是境外移入，疫情看起來敢若是得到控制，已經在進前正式啟動武漢肺炎疫苗的緊急使用。未來醫務人員等4類特殊人員會當申請使用疫苗。那麼7月22日的話，是我們正式啟動疫苗緊急使用的時點。下一步的話，我們也在是為了防範秋冬季的疫情我們也會再考慮就是適度的擴大一下範圍。李良會講，如果在今年年底中國疫苗的產能會當應付緊急使用所需求，不過有中國專家講，疫苗只能幫助控制疫情，在未來1年到2年內，防疫工作依然袂當放鬆。記者綜合報道。全世界武漢肺炎的疫情，各個國家全球的病例已經有超過2339萬例，有80萬人死亡。咱來看上新的統計，台灣暫無新增加病例，目前是487例；中國病例有84000多例，香港4600多例，日本已經超過6萬例。目前全世界疫情上嚴重的前3名是美國、巴西和印度。美國已經超過587萬例，巴西嘛超過358萬例，印度是超過300萬例。另外，喺歐洲方面，西班牙超過40萬例，英國超過32萬例，法國嘛已經超過28萬例咯。再來看受到武漢肺炎的影響哦，美國民眾可能有2300萬人，即嘛是無錢來出國。另外，澳洲的維珍航空哦，嘛宣布要裁員3000人，也毋過日本做電動遊戲的任任天堂哦，業績是個真好，今年是去年的2倍外。新冠病毒的疫情繼續跌拖，真濟因為疫情經濟有困難的美國人，即馬該開始煩惱講無錢通好來出國。聯邦政府定一日發布，將原驅逐令禁止厝頭家，甲因為疫情關係無錢通好來出國厝卡趕走。但是這項命令已經佇咧7月25到期，佮加上聯邦政府每禮拜另外分600塊失業補助金的政策，嘛佇咧7月31到期。新的紓困方案調佇咧國會還未出來，嘛地區狀況更較淒慘。智庫阿斯本研究所預計，全美國到9月底可能有2300萬的稅厝的人會互厝頭家趕出去。I've been living here ever since I was in high school. I had my prom here. I graduated from high school here. I entered college here, in which I did have to drop out of college in order to pay the rent here. But I just have so many great memories here, and I don't want to lose all of that.
纽约市的时报广场头前初五有真侪抗议民众要求延长来本市甲补助甲健保，认为每礼拜600块美金根本就阁无够，希望政府当提出具体的解决办法。若是威丁澳洲航空初五宣布会裁减1/3，超3000个劳工，而且停止旗下联航、澳洲虎航营运，而且伫咧新头家贝恩资本的领导之下定做业务。Today, as hard as it is to ask 3,000 of our people to leave the business, it does secure a future for 6,000 of our current workforce. 毋过，嘛有产业伫咧疫情之下逆势成长，伫咧卖真好的 Switch 游戏机和集合啦动物新优惠带动之下，日本任天堂公司初来公布4月份至6月份季度的财报。营业额来到1447亿日票，是去年同期的5.3倍；销售额是达到3581亿日票，是去年同期的2.1倍。嘛，充分显示伫咧疫情的状况之下，对财经资的强烈需求。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全世界上受到游客欢迎、风景真好的希腊米克诺斯岛哦，因为疫情即马一天只有在飞人机班是以前的1/4尔，当地有9%的收入拢是靠观光哦，所以即马影响是真大。蓝色的海，白色的厝，这是希腊的米科诺斯岛，是伫咧爱琴海一个度假天堂。自法国首都巴黎坐飞机只要3点钟。伫疫情的高峰过了，虽然重新对外国人开放，不过内也是无啥人。C'est calme, c'est surprenant. On se demande où sont les gens en fait. Creo que podemos visitar la isla sin filas, sin trancones, sin ningún tipo de espera. 这间餐厅本来生意真好，头家讲今年热天的人价比往年落5成。There's no American market, there's no Asian market, there's no Australian market, there's no South American market. You can pretty much see that nobody's here. This time last year you would probably have anything between 400 and 500 people between one end and the other. 这是过去伫咧热天时阵，米科诺斯闹热的情形，每天拢有上千名游客来遮，享受袂人的海沙堡加精彩夜生活。今年因为游客伤少，真侪高级饭店决定要收起来做。There are 5 hotels currently here. It's first time I see it closed. Like no movement, no music, no lights, even during the night. But this year it's like winter. 米科诺斯伫咧7月恢复国际航班，一天只敢10个航班，是去年同期的1/4。游客来了就要做新冠病毒的检测，不过伫咧岛上看因拢无保持社交距离。95%的收入拢靠旅游业的观光地点，国在安怎困难也硬经落去。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美国各地头反对川普的示威运动是愈来愈多。在美国的西北部波特兰有示威民众已经包围联邦法院几个月了。这几天嘛发生警察跟民众起卡动手的冲突。伫波特兰联邦法院附近，包括成员黑人权益团体 BLM， 一个 Antifa 等左派组织的成员，加美亚赶来听警方嘅黑人警察之母，一个骄傲男孩。美国反对马克思主义等右派团体，互相用喇叭加放送头伫咧比大声。有一寡情绪甲无法度控制民众，用辣椒喷雾器喷无共立场的民众，为是互相等内面装着的塑胶杆仔，场面正乱。无共立场的人互相用歹听话骂对方。Cousin was murdered. They can't even investigate because y'all mother out here acting reckless. Somebody just threw piss in my mother face. Tell me why. Tell me why. Tell me why. Give me a cup so I can piss in that mother. Somebody give me a cup so I can piss in that mother. 不过，美亚情绪愈来愈控制袂了的时阵，加减就发生一寡动脚动手的冲突。警方本来因为人力无够，一开始无介入，不过尾啊，一个冲突愈来愈严重，警方就开始赶人，也重申，若是涉及不法行为的人，拢会被逮捕加调查。记者综合报道。今仔国际上，阁有甚物大代志？带观众朋友踮台湾来看世界。英国媒体报道讲，川普当个考虑要伫总统大选之前，将过英国药厂跟牛津大学研发的实验性疫苗开放紧急使用的授权。外界认为这拢是选举的考虑。再来看病毒的武汉肺炎已经是真严重，政府要求所有药店跟拍破拢爱关起来。
警方昨是出动检查首都利马的一间夜店，所发现人客人打死人的意外，至少造成13个人死亡。再来看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任的日子哦，伫昨8月23日拍败伊的外籍讲前首相佐藤荣作的2798天的纪录。今仔开始，安倍就成做日本史上在任上久的首相咯。再来看金门的823炮战，今年是62周年。昨国民党、跟民进党拢有举办纪念会。最近蔡总统跟前总统马英九因为对两岸的安全议题主张无啥相共，两个人是一句来一句去。因为蔡总统之前讲唔通准对中国落软，就会换来和平。马英九嘛回应表示讲，伊在做总统的8年，唔捌对中国落软哦，伊嘛爱蔡总统爱先检讨家己。表情束缚提花科一鞠躬，蔡英文总统23到金门太武山公墓主持823炮战62周年公祭甲追思活动。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李英杰也头一摆参加陪祭。国防部也发布整个带弹动岛一名影片，指出国军护国是历史传承的使命。面对强军最近的威胁，国军未挑战也未示弱。不过战到最后一兵一卒，也绝对袂让敌人超越雷池一步，展现守护国家的决心。最近蔡总统甲马前总统也就两岸安全的议题各自发表看法。对着马英九批评伊甲国家杀向战争的边缘，蔡总统伫面册指出，受到人民托付领导国家的人，袂抱持无切实际幻想，以为在主权议题上屈服，也是对民主价值拢不爱讲，就是换来所谓的和平。而马英九是搁再反击，表示伊执政8年从来无屈服，要求蔡总统先检讨家己。我做了8年的总统，跟大陆打交道也打了8年，我们签了23个协议，每一个都是平等互惠的。最后1年，我跟习近平在新加坡见面，我们也是平起平坐，从来没有任何卑躬屈膝的情况。而前副总统吴敦义也指出，马英九执政8年，两岸确实和平稳定发展。最后也佮讲，蔡英文也是口出恶言，根本就无资格做中华民国的元首。记者综合报道。最近两岸的关系有淡薄仔紧张，中国官方网站就放消息表示讲，为今仔开始会伫台湾海峡南北两边连续军事演习1礼拜。台湾的军事专家是表示，中国的动作其实是为了要暗砍中国以前加做大水的内部冲突。咱的国防部嘛表示哦，所有状况拢有掌握，请民众放心。最近中国解放军动作不断，进前才宣布对22到26会在黄海青岛到连云港以东的海峡内组织大型实弹射击演习。23海事局官方网站佮公告，对8月24到9月30会伫渤海海峡执行实弹射击活动。未来1礼拜，解放军会伫台湾海峡南北两边连续展开军事演习。这个洪峰暂时没有控制，或是说新冠肺炎疫情再起的时候呢？反而这个时候会比较危险，因为就对外产生冲突，不管是钓鱼台或是台海争端都好，刚好可以转移国内人民的注意焦点。军事专家表示，中国解放军进行军事演习，主要是转移内部矛盾，因为长江流域最近一直落大水雨，灾情一直传出来，更加出现三级大坝，修建17年以来上大的洪峰，加上新冠病毒疫情影响，中国对外挑战制造事端，就是为了转移疫情造成的内部冲突，也是极权国家的常态。有关敌情的威胁以及区域情势的变化，我军用联合勤监侦的作为都有充分的掌握。军事专家提醒，后续也会观察解放军的演习规模、集结的人数、官兵、军舰也有战机数目。而国防部是强调，所有情报资料拢在掌握中。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家人的轻轨目前在做最后阶段的规划，也毋过有可能会甲实际民生线捷运的路线有淡薄仔重复。新北市长侯友宜参加交通部长林佳龙见面哦，伊希望交通部会使出面协调。林佳龙是表示会来成立一个沟通的平台来处理这个代志。捷运民生实际线即个月通过第2阶段环评，正列综合规划阶段，将要提报交通部审议。因为民生实际线规划石科站、将就环站、加贵人轻轨规划路线有小塌，
新北市长侯友宜希望交通部协调。交通部站在一个主政机关，一定要结合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以全方位的角度来看整体的北台湾发展。我也愿意来成立一个就是北基就是这个大台北的首都圈的轨道路网的政策沟通平台。林佳龙讲，北宜高铁的综合规划案今年底会出来。北宜高铁加贵人轻轨抑个民生一支线3项爱综合规划，和交通路网更有效率。交通部会推动800基轨道路网沟通平台。贵人市长林右昌也支持。北宜高铁在11月、在12月底左右，这个它的一个综合规划也会出来。那基隆的轻轨捷运也已经到了综合规划的一个末期。所以相关的一个条件也逐步成熟。林右昌认为800基是共同生活圈，贵人轻轨规划评估的初步计划报告已经出来，正伫咧修正，是一个正重要的时间点，整合双北加贵人的交通建设。记者综合报道。无障碍公车目前伫台湾情形是安怎？高雄市交通局是统计，伫高雄加底半客家公车伫今年6月底之前只有一半，也毋过台北市有超过8成内公车拢是加底半的公车哦，所以实在是差伤过济咯。伫咧路走的公车，真侪拢是底盘较低公车，因为底盘较低较往地面，轮椅若要上路车较方便。不过高雄市脊髓损伤协会常务理事认为，像这种无障碍公车普及率无够，要搁加强。他一整天可能就只有早上一班、晚上一班，去到那边等到时间到，想说奇怪怎么公车没有来，结果他们来就说车子这一班刚好不是无障碍的车辆，所以你不能上车。那一出市区，这种低底盘公车就真歹等。像台北市低底盘公车普及率到今年6月有86.5%，高雄只敢拿52%，城乡的差距更加明显。先将团队讲，即马高龄化，坐轮椅的人会愈来愈多，希望甲一般的公车改做无障碍公车的速度会当较紧的。我们无障碍公车的比例是在2010年是12%，2013年17%，那目前2020年是成长到52%。那我们后续还是积极鼓励我们业者去开修换新，预计今年底可以达到50%。可能是工作的关系，他显得不耐烦或者是他有的接人他也不知道那个斜坡板要怎么放若是无障碍公车无够多，或一寡坐轮椅的人真困扰。高雄市脊髓损伤协会也讲，高雄市有一寡公车司机，抑个为啥会晓操作这种轮椅上下车的处方？也无体会到老人甲身障者的需求，有当时伫咧因上车落车的时阵会甲因催。希望除了甲公车设备换新，也会当提升因服务的态度。记者综合报道。伫中秋节之前，嘉义冬季蚵仔蛋的大出，也毋过对渔民来讲，环境的变化嘛真适应，真感觉真烦恼哦。睇蚵仔皮当风影的外线顶洲，伫8冬了有可能会消失，带观众朋友做回来了解。风台打过也未天光，后面就赶到外海去收蚵仔。一人一人的蚵仔钓去车顶，到中秋进前是当只蚵仔大出的时阵。不过后面煞欢喜袂起来，因讲外线顶洲一直走入来，倒边时的拢互山往了了。苹果树因为袂大嘛，因为沙洲本来就伫3公里外嘛，走了到遮，包括是咱外线顶洲遐共款。本来伊迄片土是毋知咧外算千价的，即马就已经大了啊。本来是7万条啦，即马剩无1万条啦。自然环境的变化，必须饲蚵仔就要改用成本较贵，佮惊风台的铺平。就算落重本开落去，佮有蚵类会来食，乌鸡会来输，海水温度高，嘛影响蚵仔的成长。差不多有300-400枚蚵仔拢袂肥，佮袂大。蚵仔歹饲风险勿大，无偌侪少年人倒来家乡接班。规条蚵仔产业链为庄头渔港设一链，大部分拢是有岁的长辈。少年啦，即马老啊开袂紧啊。正刚咧开的工拢都
伫7、80岁，你搁互伊5吨，啊，这人因要90岁啊，哪有可能？少年人向导市区外线汀州搬沙往河边来，26岁转来家乡东石，各单已经饲蚵仔26吨的当金因表示，东石的蚵民真靠就是靠这片外线汀州来当北用。我当然嘛希望，啊无若即个事业情，阮若做，阮若讲因到主，若到咱的手外线汀州无，伊就免去咯啊。所以政府若会当外线汀州若来甲咱顾好。根据渔业署的统计，7档以来倒白式的面积减少70公顷，差不多1成。大家渐渐改用铺白式的，范围增加2成5，整体产量差不多维持伫咧9200到500吨左右。统计和蚵民的观察有真差，不过中央地方拢同意外线汀州爱处理。来去研究，讲是要安怎来减轻，不要让它继续来恶化，来做好遮的防护的工法，来保护咱内底的蚵仔产业甲咱海岸线安尼。家己的蚵仔产量是全台湾上济，东石又阁是蚵仔上重要的集散中心，饲蚵仔产业若要升级，就要为方方面面详细来探讨。人工护苗，而且量起来较大，啊，过来就是讲吼，咱政府是不是咱去杀工这个区块渔业权？咱的渔民啊，政府所在来启用，我们叫做一条龙的管理，我们觉得不会输其他国家。大条问题拢毋是孤一户的蚵民会当去解决的。东石的人口为民国91年开始，已经连续18档下降，人口倒减5600多人。要安怎甲东石蚵仔招牌顾掉咧？卖互产业的中心降做是偏乡地区，就设法吸引少年人回乡，这是需要正视的产业问题。记者尤金林辉田家己报道。为去年开始，屏东县伫田乡公所推动畜牧场甲农民合作，甲饲猪、饲牛产生的粪便经过处理，免费提供农民来做肥料，希望减少使用化学肥。它的肥分可以持续的蛮长久的，就对作物的生长方面是蛮 OK 的。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早在20-30年前应该就要推广了。屏东德产乡的做事人罗文亮讲，用水肥来引蚕实在真好，而且这款用低无排泄物、发酵、过滤过的水肥，也互农作物的病虫害减真济。连种内蒙的地顺性和种金蕉的精灵玉拢学了教。对我们农民的思维方面可能会比较少一点，不用像以前那么重的肥料。那它施灌下去，我们洒水的时间也可能会比较少。那个早扎早育不用钱啊，那个自制肥料还要用钱，还要时间。不过水肥虽然有侪好处，掠准报产期袂赴车去予农民使用，就算有好肥也无路用。像水稻来讲，它可能是早期比较需要早育，可是问题是他们是全省只有2台车在跑，所以变成是说，他们要的时间点可能就没有办法及时供应得到。因为水肥无法度及时供应，有农民就买水肥桶来囤。因讲用畜牧废水所做的水肥引蚕，省水也省成本。畜牧业者也会当减轻处理废水的成本，真正是一减二顾。记者综合报道。现代做事人头壳是愈动愈紧。来看中华有一位本来是机械专业的技术人员，伊到里做事就设一个自动化的温室，会使自动来压水、压肥，减少人工的使用。伊嘛甲伊的经验分享给其他的农友。这报告详细向大家说明农场的设备原理。这位就是农场主人关景发，原本是机械工厂的厂长，5年前辞掉头路，投入农业，嘛将机械科技的专业结合农业管理。设施栽培是一个很大的关键因为我们把大部分的风雨病虫这些侵害，我们都把它挡在外面的。那再来就是说，我们里面的给水、给肥，这是经过一连串的一些试验，我们找到一个最佳的一个配方跟一个比例。关景发利用自动化设施，定时压水压肥，也有一套云端科技的连线设备，就算人无伫农场，嘛当透过网络控制农事工作，成功开发出稳定便利的管理办法。关景发嘛无唱播，大方分享经验。那最主要，他把很多
例行性的东西变成自动化哈，那包括一机还如何来重复使用，不用投资那么多哈嘛提供给足侪咱的农民哦，有一个好的这个学习的这个经验。除了有自动化设备、网络连线掌握农场状况，现在关键化嘛当加科技部研发系统整合计划，透过现代化技术，让台湾的农业有无同款的可能。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南投合欢山哦，是亚洲第3座，嘛是台湾第1座，国际上会使看星的公园。也毋过最近所有民众发现讲，这本来会使看天顶星的公园，灯火却愈来愈光，是严重去影响到观星的品质。民众到南投合欢山观星，但是看过去满涂骹拢是照明的灯火。这是远方的观测平台，南投县府伫咧接近涂骹的所在安装了20外派灯火，但是光线伤光，严重影响观测的品质，何必这民众入面？它这个人为很多措施会影响到整个自然生态的东西嘛，所以我想说，在人为的想法跟自然生态这方面，可能政府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我觉得就维持它原本该有的样子，就是不要增加太多光害，让大家比较好去欣赏一下自然的生态这样子。合欢山好不容易伫咧去年成为全台第1座，经过国际暗空组织认证的暗空公园，但是为疫情解封了后，游客就真多，不少汽车的大灯、探照灯手电，造成光害问题严重。电影团体一直推动观测的礼仪，要求车辆袂使开大灯。民宿业者嘛，伫咧9点以后就关电火，减少光害。但是即马县府安装的照明灯，说好无光害破功。希望未来暗空公园里头所有的灯具、灯光都一定要符合规定。我们会再找我们的暗控的总顾问，还有一些天文专家，再来对这个暗控公园的这个矮灯的设计这个部分呢，再做一些检讨。南投县观光处表示，观测公园9月中下旬会启用，目前咧进行电具照明系统的测试。部分的时间会全部拢导火，已经请厂商调整换电具，必须要符合暗天无暗地原则。记者南投综合报道。台中市政府按设备大溪步道起一条天空步道来吸引游客，也毋过这几年哦，各地拢已经有真侪天空步道，毋那有可能会去影响到环境生态，嘛不一定会使引来观光的人潮，所以这个计划嘛引起真侪批评。礼拜下晡，涂骹才因为落雨也未大，严过台中大溪步道也是使看到未少民众来爬山运动。这阵团说台中市府拍算伫大溪9号、10号起天空步道，当地卖农特产品的大头认为，周边的观光效益会更加提升。安尼好啊，促进观光啊，系啊，每个地方不是都有天空步道吗？对啊，咱才嘛爱啊。国内疫情较厉，国内旅游大爆发，大溪步道每礼拜到假日一天拢有上千甚至上万人次。若是搁去天空步道，人可能更加多，也有民众烦恼爬山品质恐惊受影响，也烦恼讲山难会无多负担。一定啊，一定会有牺牲一点，对啊，但是就有好有坏这样。台中市政府新工处证实，为了甲大溪周边观光做整体规划，加上民众安全问题，确实已经开始规划天空步道。也毋过因为烦恼甲捷运绿线、延伸线有冲突，以外需要进一步评估。捷运绿线它要延展到这个金湖库，那因为这个涉及到它未来整个一个区位的规划，那希望等到它的一个规划确认以后，我们再来往下再走。断层带的部分，它有这个近线件的问题。那目前我们有做了一些规划的一个路线。新港署讲，这阵规划天空步道是由金宝库经由东山路了后，通往9号步道入口甲地东公园。不过因为往山区的路上细条，所以讲天空步道未延伸到9号步道的顶面。总长度这阵也无确定。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屏东万峦的赤山社区，当地民众哦，甲社区内底50多栋的楼厝重新整理，对于整修装潢拢是社区的民众家己来，伊嘛希望未来会当来设计旅游的行程，互游客来认捌因的社区。
社区居民做伙合作，这片地种草啊，增加真济，让这间才打过番完成的老厝看起来更较舒适。这是屏东万万乡的赤山社区，社区过番老厝真用心，为整修装潢拢是家己来，做伙打造体验中心，就是要有一个基地来行销地方的产业。老屋还没有改建之前，是整个树都长那么高了，把杂树跟杂草把那个老屋都盖住了这样子。那当初这边就成为一个10-20年都是非常脏乱的一个点，尤其是夏天的时候，很多那个蛇出没了。这栋老厝已经有50年的历史，过番了后有新的生命，让人想要定来这行搭。在地居民真欢喜，把5望体验中心落成了后，会当帮助地方的发展。大家没有想到说，我们竟然可以把这个破旧、肮脏的一个地方，把它改成变成那么漂亮，还有草皮铺的那么平整这样子。那在地的居民也都非常兴奋，非常期待说这个体验教室、体验场所可以来启用这样子。这间老厝伫咧后一个阶段会阁增加地方产业甲历史人文的小界，并且呈现社区的商品。那静态的展示尔，社区未来阁会结合无同款主题的活动，设计旅游的行程，带游客来认捌这个好所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一个上新的消息哦，中华关卫生局将对无镜头居家检疫者进行体检，也毋过伫检测的天数无通报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引起真侪争议。指挥中心嘛交予政府单位来调查。今仔早起11点哦，指挥中心会来开记者会说明结果。再来看最近一礼拜哦，高雄市轨道的落大雨，佮加上这2天受到风台外围环流影响哦，统计菜色是损失2成。也毋过后礼拜就要开学咯，高雄的各种各式营养午餐哦，敢会受到影响。农会是讲哦，爱去看后续的天气，若是无够的话，会先甲中部来买菜。农会工作人员用拄管机将拄只送来菜送去冷藏，因为高雄这几天连续落大雨，真侪菜叶拢予水浸上去。今仔日阮会拜托农民吼，甲会采收一个菜，尽量拢挂起来，所以阮今仔到货量是有较济。啊，毋过后壁的话，伊也天气影响到啊，日晒落也菜歹，所以阮的采收量可能就会减少。高雄最近一礼拜，因为过头了热对流落大雨，国家日拄到风台巴几的外围环流影响，予高雄主管蔬菜专业区菜损到2成，其中菜叶类的水伤上严重。农会赶紧通知农民抢收，2、3日早起蔬菜进货量增加3成。主管农会经销部主办讲。好佳在这边雨大部分落伫咧山区，蔬菜见效有过2、3礼拜就当平稳。即马伊也减少了，因为后壁连续2、3天拢开大日，采收量减少了。后礼拜，咱的学校营养午餐开学了，可能咱的采收量无够，咱就爱按中部去调货安尼。后礼拜30日开学，隔2天就要供应营养午餐。高雄地区各中小营养午餐供货量是毋是受影响？主管农会经销部主办讲，目前菜量也算稳定，也过就要看后礼拜采收时阵天气是毋是稳定。若出日头造成菜叶大黄去，差不多会减少3成的供货量，到时会向中部调货。记者综合报道。每年8月份的第4个礼拜日是阿公阿妈节咯，从教育部长潘文忠就提醒大家爱定定来关心厝邻的长辈哦。学校就准备开学咯，部长嘛讲，这几天会针对防疫来提出明确的办法。9月初1开始哦，大学宿舍就袂使去提供居家检疫生来使用咯。加选好的网架图放伫塑胶板，即句甲阿公依照设计放到彩色的图啊，免一粒时间，公孙啊2个人就合力完成这古水的图啊的所时间啊。一起玩玩具，一起去逛公园、滑滑梯，对不对？要这对阿公阿嬷是陪着对美国返来台湾的查某孙完成这个线的彩绘。就会陪他们玩啊，或者讲故事啊。每年8月第4个礼拜日是阿公阿嬷节，早起教育部长潘文忠出席活动时讲，经由这日，希望让每一个无闲的家庭，爱时时会记得关怀感恩出来的时段，组合家庭情感。面对高中以下学生即要开学，潘文忠讲，教育部在2礼拜以前已经陆续对校方内底未来因应防疫所需要物资做盘点，预计加几天会予各级学校较明确的防疫做法。9月初起，大学学校内底宿舍不应安排真侪境外生的检疫场所。对国人的健康，包含我们的学生的维护，我想这个是政府责无旁贷的
责任。有部分的学校，它也有属于在校外的这种住宿的这些空间，只要经过我们地方卫生主管机关来审核通过，还是可以来支援我们相关的检疫设施。潘文中讲，对境外到台湾来的学生，一定也是要经过检疫的过程。不过，因为每一批转来境外学生时程拢无到遐尼确定，伫学校宿舍是学生生活活动上密切的所在，所以讲会对防疫旅馆要中央设置的集中检疫所来最主要的检疫场所，降低武汉肺炎疫情的感染风险。记者综合报道。厝里若是出现白虾是真头疼，也毋过白虾其实伫生态系算是扮演真重要、真济的角色，带大家进一步来明白这种白虾。厝内茶头家区菜拢变成白虾大餐，一寡用阿毛头起的虾图，都是因沙顶档的路线。风塘公司的人员当咧详细找找白虾的踪迹，要进行防治工作。看它有没有活体。我们可能就是要先用这个部分来去做。如果搓的时候呢，如果有白蚁，它就会爬出来。为什么白虾危害特别互人头疼嘞？因为因是一种繁殖力惊人的社会性昆虫。我们讲一巢的白蚁呢，它的个体数呢，少的话会从几千只，然后多的话就会到几百万只。为了了解伫台湾造成地处虫害白虾有倒一寡种类、甲分布的范围，李秀峰研究团队发起公民科学行动，并且各地毒虫公司也有民众发现白虾了后，采样寄回实验室，目前已经收集3000多份的样本。台湾家白蚁的话，就是它的头的前面这边没有明显的半月形的斑点。那另外一种家白蚁叫做葛斯特家白蚁，它这边就会有2个。很明显的就是半月形的斑点。葛斯特家白虾是入侵种，主要危害区域是伫南部，也毋过即马伫北部甲东部已经发现踪迹。研究团队透过一笔一笔的鉴定，已经建立第一张台湾白虾地图，希望监测族群变化。防治这个词是比较古老的使用方法。其实我们应该说白蚁的族群的管理。其实呢，当把它的群体压制到一个数量的时候呢，其实它就对我们的影响会很少。好，那你想要把某一个物种完全的移除，这个都是太极端的想法。其实白虾伫大自然中是重要分解者，未来需要更加侪公民参与，甲昆虫专家同齐合作，才当找出人甲白虾和平共存之道。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德国有病医用鹿毒来协助治疗病人。伫美国，有一只鹿毒马哦，常常出现伫抗疫现场来化解紧张的气氛。咱做伙来看卖。美国奥勒冈州波特兰市，乌人的命也是命的抗争活动已经连续70几天。不过，这只6岁盲红鹿马凯撒一出现，看起来有淡薄点的示威者眼神随紧起来。想要望伊的长毛紧紧甲伊揽掉的，若是要甲伊翕相，凯撒一个会翘姿势。凯撒定定甲野主人赛过，伫咧波特兰市真有名。今年6月初9，迄天有5000人上波特兰市一座大桥，默哀8分外钟，纪念非洲的男子弗洛伊德的时阵，凯撒也自头徛到尾，拢无震动。He understood the moment. He understood this, importance of what we were doing for the 9 minutes of silence. Did not move an inch on that whole time. 另外，伫德国巴伐利亚省，当地有病院和苏格失调的犯人去农场斗相共照顾羊犊，作为治疗的一部分，和个性稳定的羊犊斗相共患者控制情绪。Ich war früher relativ schnell aufbrausend und relativ schnell auf 100. Und durch das Verhalten von den Tieren bin jetzt relativ ruhiger geworden, weil umso aufgeregter ich bin, umso aufgeregter ist das Tier. Dadurch, dass die aber zum Beispiel mit den Alpakas übers Gelände gehen und dann natürlich von Besuchern, Mitpatienten, Ärzten, Pflegepersonal, wer halt sonst auf dem Riesengelände rumläuft, angesprochen werden und gefragt werden, wie zum Beispiel, spucken die Tiere oder darf ich mal streicheln oder wo kommen die denn her oder was essen die? Da können die kompetent antworten. 这项计划是开放给病所有的患者，不过主要参加者是视觉失调的犯人。项目负责人雷德伯根，伊伫附近开一间农场，用50只羊犊的毛做帽仔甲毯仔，
伊的用途会当斗相共治疗患者，是另类的休息。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看中东的加沙走廊有180万的人口哦，也毋过为2007年开始，受到以色列跟埃及全面陆海空封锁了后，这人就无法度离开。为一间咖啡店的头家，伊就拍造一个正舒适的环境，希望民众来到这会使袂记起所有的烦恼。一栋30楼高茶起的建筑物，就伫咧地中海海岸边，爬起咧顶头看，会当看到规个大海。人客讲来这袂输是敢若到马尔地夫的海沙坡，也毋过这是加沙走廊。أكيد سمعت عنها وشفت عنها بالإنترنت، هي جزر في المحيط الهندي وجزر تتمتع بالمناطق والمناظر الطبيعية الخلابة، كلنا نفسنا نزورها أكيد وإن شاء الله رغم الحصار والظروف هاي القاهرة، يكفي إنه غزة عملت لنا مكان مشابه لجزر المالديف، وهينا قاعدين هون على البحر والمكان بجنن وراحة نفسية. لأنه أصلا جزر المالديف نفس المنطقة هيك والطريقة والأشكال والتصميم كمان جدا مميز ونفس تصميم والديكوريشن نفس جزر المالديف. 看内面的人客，一家满满就知影这间新开的咖啡厅正受欢迎。头家讲开店是伊的梦想，店的名号做马尔地夫，是想要互迄个无法度出国的巴勒斯坦人感受到海岛的风情。وكانت الفكرة حلم والحمد لله الآن يعني صار الحلم حقيقة وبإمكان المواطن الغزاوي يتمتع بجزء من اللي بيشوفه على اليوتيوب من جزر المالديف موجود حاليا في غزة. 伫地中海东岸的加沙走廊自然景观真丰富，不过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控制加沙走廊了，甲以色列的关系真紧张，常常发生流血的冲突。2007年，加沙受到以色列甲埃及陆海空全面封锁，当地就出现真侪以国际旅游大城闻名的餐厅，像杜拜、马尔贝拉，也个埃及的夏姆西克。即马伊个加这间马尔地夫咖啡厅。头家希望伊的店会当互人客暂时甲生活压力放袂记。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中东国家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国内生活用品哦，大部分拢爱靠进口。伫杜拜有9成的粮食拢是外国进口的。最近粮食议题伫当地嘛有真侪讨论哦。杜拜嘛表示要伫沙漠来发动绿色革命，明年希望使增加15%的农产品拢是国内家己产的。这间花园农场的农作物拢是一层一层贴起嚟。虽然这个沙漠温度较袂到就40度，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要用科技发动一场绿色革命。هذا هو مستقبل الزراعة. هذا هو التطلعات اللي نحن بدنا نطلع عليها لكذا سبب. أول شيء للسبب اللي هو نحن ما بدنا يكون عندنا اعتماد على الاستيراد، نحن بده يكون في عندنا إنتاجية محلية على مدار العام. بغض النظر عن التغيير المناخي، بغض النظر عن المناخ، بغض النظر عن الشتاء برا، بغض النظر عن الفيضانات، بغض النظر عن الجفاف. 因照无共作物的需求，提供光甲水。每一种农产品袂输敢若带伫咧5粒星的饭店，内面9成的水会当回收。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虽然石油的运作量真丰富，也毋过包括杜拜在内7大行政区，日常生活的物件拢是靠进口。杜拜食的物件就9成拢爱靠外国，甲边的国家伊朗关系紧张，也影响粮食的安全。ستحرص إمارة دبي لتوفير مخزون استراتيجي دائم بمعدل 3 إلى 6 أشهر ل21 منتج أساسي يستخدم كمنتجات أساسية للمستهلكين في الإمارة. 阿拉伯联合大公国10年前开始伫咧东非找地种蔬菜水果，结果运转去国内，不过当地政治无稳定。随着近期东欧甲澳洲买地造地，国内也开始发展科技农业。巴蒂亚花园农场就是其中一个例，就因内面的往来田拢无用土，敢若用水。احنا عندنا تقريبا في 4 جرين هاوس ننتج حوالي 4000 شتله 4000 تقريبا 4000 ثمره في السنه ونحن ياسين نزيد يعني وياسين نثقف اصدقائنا على اساس انهم يتعلموا نظام الزراعه المائيه。这种农场虽然是私人企业，不过政府也正斗相共。伫咧离市区无远，也有另外一个有空调的牧场，也有一间照挪威日头光照时间设计的三文鱼养殖场。杜拜因设立目标是希望用农业科技，让明年自产的农产量增加15%。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天气，今仔受到西南风影响哦，这方面中南部会落大雨，轨道东北部佮山区要特别注意局部短暂的雷阵雨。今仔桃园以北佮东半部，温度上悬会到36度以上，所以观众朋友要出门就要特别注意哦。咱再回来看今仔各地详细的天气。北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6度；中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3度；东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6度。华岛地区上低27度，上悬35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公视第一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焦化先。咱今仔日要紹介的这句是定定的，互人誤會是熱天的處暑。處暑漢字寫作處暑，羅馬字寫作此有處，此有暑，處第三調，暑第二調。这季行到处暑，就算是秋天。不过这时的天气要是定定的热到挡袂牢，咱就会讲这是秋后热。古早人讲处暑拍死鸟鼠，就是形容这时雨水较少，空气较干燥。这段时间人定会伤热伤干，身体欠水分。产生无舒适的症头，中医就把这叫做秋燥。处暑的来啊，真把水当好食，夹一喙，迄甜甜的汁就随走出来。哦，镇扫、化痰、清热、解毒，有效。这个季节鱼啊真侪款，家人的渔船啊，拢会伫暗时出海钓小竿啊。喺海面吼，渔船啊满满是，逐只船啊点电火，要甲小竿啊乘过来的画面，真正有水。若是用农历去看，7月时拄着处暑，这时真够风台，所以古早人讲6月久，7月风台舞，嘛讲6月风台，7月水灾。大家爱随时注意气象变化哦。六、处暑、秋后热、秋燥、把水、小竿仔、处暑拍死鸟鼠、6月久，7月风台舞。6月风台，7月水灾。处暑伫秋天，要是小风风、热翕翕，所以无代志就加啉茶。
今仔日的逐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这是公视第几台，接落来请收看咱的节目。